见的这个物质的。老师保佑你的，给你的就是你看不见的。有时候我们人要知福，身在福中要知福啊，平安其实就是福。难道一定要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说上天慈悲，老师有保庇吗？其实我们都很幸福，我们要惜福，也要很知福。那我们人往往就是在逆境中才会去成长自己，就好像哥哥这个因缘来成全后学，后学才会从中去告诉自己要坚持，要好好学习，要成为我们佛堂的人才，要积极来了愿。当然呢，你有几分能力，老师就会让你去做几分事。但是我们人不能画地自限，我们人有无限的潜能，知道吗？就好像说上个月我们家妈妈就给后学一个讯息，就是在仁德成全班，他就突然跟后学说：“阿婷，澎湖那里去学习。”后学听到就跳起来说：“怎么可能？不到1个月的时间要准备1堂课。”家妈妈说：“你就去带着泉州那1堂课去。”后学本来是犹豫的，但是这时候的使命告诉我说：“舍我其谁的勇气，就是要把它承担起来。”然后就是交给上天的安排，听师派遣，起不重啊，就去学习，就去了愿。所以啊，你有几分能力，老师上天就会让你去做几件事情。我们人有无限的潜能啊，好像今天不管说我们担任佛堂什么职务，还是说我们来佛堂做什么无畏师还是志工服务的工作，其实从你们的一点一滴无私无我的，就是来为佛堂付出，就是无私无我在奉献。其实每都是一点一滴在成全的后学，也在感动任何一个前贤。后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过？后学从第1天来佛堂的那一天求道那一天开始，后学的印象很深刻，看到第一眼就是我们那位车长阿公，他就是常常会来佛堂，有一个阿公都会在这边泡茶，那个阿公那个嘿，对，应该是他。他真的是无私无我，他就是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要给到阿公阿嬷上车方便。可是他忘记我也80几岁了，我却要做这种利益众生的事情。他这种就是菩萨的精神。看在一个新道亲、一个后学的我看到，我年轻人，我应该要向他学习，甚至说。我们的司机啊，我们的辉煌主任，那时候他就是一个都是淡淡的微笑啊，就是载着我们就是安全到佛堂去入拜。这个都是一点一滴的感动的前贤跟后学，甚至后学来到佛堂看到了地上这个净手毛巾，后学那时候就觉得说，服务人才他这种的精神真的很高贵，他们真的很谦卑，就像一个。穗子那个稻穗，或许感受到他们的谦卑，而且很真诚心在欢迎你来。他并不会因为或许是陌生人，或许为什么那时候会有感触到说，前贤们怎么那么热情啊？乡下人真的都是这样子嘛？因为或许住在台中市，我们邻居遇到有时候都相差而过。没什么会说 “hello 你好吗”都不会，甚至说我们来到佛堂，前贤们互相的关心问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布施我们的笑容，布施我们的言语，说李香姐你今天好不好啊？其实这都会感动人心的，你知道吗？甚至说我们一个班会的圆满，我们班会的圆满。有没有看之前动作？要不要来整理佛堂？要不要？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前贤们要开班先空在那边擦
热佛、扫地清洁，甚至我们班会的整理，看到浅浅在那边排椅子，在那边扫地、擦地，浅浅们真的很不容易耶。你们这一点一滴的付出，你们就是在维持这个班会的圆满，利益浅浅。下次回来佛堂有一个舒适又干净的佛堂可以上课，我们不是在利益众生吗？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站在讲台的讲师，他分享他的经验、修道的心得，也是在帮助浅浅们能够开启智慧，能够让我们明理好好修道。那今天我们到底好？在佛堂后面啊，那时候爱祥佛堂是大剔除了旧佛堂夏天浅浅的顶着那个剔除下面的那种那边吹煮大流汗水，就为了什么？冬天也要去摸那个冰冷的水，为了什么？为了是那个得利赫了利赫，就是要有咱法喜充满。你看浅浅就是默默无为。无私无我的，就是无所为去奉献、去付出。所以你不要轻视自己的无所为，其实你的无所为就是有所为，你就是一点一滴在成全前贤跟后学，你在感动前贤跟后学要向你们学习。那时候后学啊，我看到一位前贤他我后学不要说他的名字那时候大家星期天都去神元山，因为那时候轮爱祥在工作，服务然后后学就来回来我爱祥佛堂拿东西，后学就看到这位前贤他就拿着拖把在那边拖地，后学看到是会感动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大家不是清扫都一起做吗？这个前贤怎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拖地？那时候后学就觉得说，看到就很感动，就很惭愧说。我好像回来佛堂都没有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而他在清扫了、扫地了，他就一个人在那边做。那或许在当下就觉得说，他真的是把佛堂当成自己的家在付出所以我们的无私无我、无所有的付出，其实就是有所为在成全每一位前贤。所以不要画地自限。那今天我们能够遇到这个三朝普渡一大师一缘，我们在这个白杨舞台，大家共修共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三好，根基好，福德好，佛缘好，我们能够来求道，能够明理，来清口，来当责任人才。那大家前贤我们在一起，是不是都要手牵手，要互相共办，对不对？在这个白杨舞台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们只要尽情尽兴去把它演出。那在这个演出的过程，我们就是在圆满这一层三朝普渡大事，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很重要？是。那今天因为后学准备的资料就到这里，那今天后学就以这首歌手牵手跟大家做结语。那如果今天后学有讲的不圆满的地方，盼请各位前贤给后学多多做补充。感谢我们点老师李任组长跟前贤，会唱可以一起唱，后学唱吗？有事。有序，结果是一种实际。我们即将面对开创生业季，几度了几，因缘不易，徒儿修愿祝福你。人生旅途要继续，爱途不要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手牵手传承永续。
开创生业绩，幸福牢记，一言不移，不二是永远祝福你。人生你不要崎岖，爱不要畏惧，是会吸引鼓励，以及永远的鼓励，在辛苦时有你，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用深深的手传承永续，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共同度过风和雨。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用深深的手传承永续，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共同度过风和雨。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用深深的手传承永续，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共同度过风和雨。我们的手牵在一起，用深深的手传承永续，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共同度过风和雨，共同度过风和雨。那或许再分享一段，就是说，我们不要画地自限，我们自己有无限的潜能，我们的默默无为、无所为做的任何一些事情，其实都在全内任何一个浅显。所以呢，自己一定要加油。或许也是感谢你们跟你们一起共同学习。